博愛醫院陳時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服務簡介、中心簡介及服務目標。博愛醫院陳時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為博愛醫院屬下的長者服務單位，於1992年3月成立，是大嶼山南部唯一的社會服務中心。而自2003年4月起，中心的長者服務獲社會福利署資助，提升為長者鄰舍中心。故現時中心是以長者鄰舍中心融合青少年中心服務形式，為大嶼山梅窩居民提供社會服務。中心以建立一個長幼共融的和諧社區為服務方向，發展長者、青少年以至社區服務。服務宗旨：長幼共融、家庭融合、安老、扶幼、和諧社區。服務對象：60歲或以上之長者、兒童、青少年及其家長，6到59歲，社區人士或護老者。服務範圍：梅窩、貝澳及大嶼南部分鄉郊。長者社交康樂服務。服務目標：借着不同類型的活動為區內長者提供服務，透過群體生活與學習，擴闊長者社交圈子，鼓勵長者善用餘暇，使長者肯定自我，發揮潛能，從而享受積極豐盛的晚年。服務對象：梅窩及貝澳區內年滿60歲或以上之長者。服務內容：教育及發展性活動，每季推行不同的課程供長者報讀，發揮長者持續學習的精神。社交及康樂活動，以多元化的活動形式，例如主題小組、互助小組、參觀活動、茶聚，讓長者善用餘閒，享受群體活動，交朋結友，促進互助精神。健康教育，舉辦健康講座、展覽及小組活動，促進健康生活。發布社區資訊及轉介服務，透過長者通訊、每月資訊分享會、長者會員大會及長者活動場合上，定期發布社區資訊及服務，按需要進行轉介及協助。偏遠服務，大嶼南部分偏遠地區設立服務站，定期探訪及提供適切服務。恆常服務包括有湯水服務、剪髮服務，以上均需收費。坳道服務提供舒適環境，讓長者休憩、閒談、閱覽報刊及雜誌、觀看電視及使用運動器材。長者會員年費港幣21元，申請及退出服務。長者可於星期1至4及6上午9點、下午5點30分或星期5上午9點、晚上9點，帶同身份證及會員年費，親臨本中心辦理申請手續。欲退出服務者，請親臨本中心辦理。輔導服務，服務目標：透過中心專業社工為區內長者提供輔導及轉介服務，協助他們解決在人際關係、情緒、經濟、住屋及其他生活上遇到之問題，適應晚年轉變和加強其與家庭之聯繫，從而獲得身心健康及和諧之人際關係，得以在社區中積極而有尊嚴地生活。服務對象及範圍：梅窩及貝澳區內年滿60歲或以上之長者。服務內容：輔導員會協助有需要之長者或其家庭成員提供以下服務：個別面談、家庭探訪、轉介服務、諮詢服務、輔導服務小組分享、申請及退出服務。申請辦法：有需要之長者可透過電話或親臨本中心申請，亦可由社會服務機構、政府部門及其他團體轉介。退出辦法：服務使用者有權隨時退出服務。如輔導服務所提供的服務未能符合其需要，本中心會向服務使用者要求退出服務。長者支援服務及義工服務。服務目標： 2. 為有需要照顧的長者提供社區網絡服務和外展服務。 2. 推廣長者義工精神。服務對象及範圍：梅窩、貝澳區及大嶼南部分鄉郊。年滿60歲或以上之長者有以下其中一項或多項情況：獨居或家人無力提供照顧，缺乏社區支援網絡，健康欠佳，
有經濟困難，居住環境惡劣，未能善用社會資源。其他特殊情況，參與義工服務之對象：一、願意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服務的各種年齡層人士；二、社區人士。工作手法：一、透過加強外展工作，物色有服務需要或非活躍、隱蔽的長者；二、透過個別跟進探討長者需要及提供支援；三、作出服務配對或轉介。服務內容：義工定期探訪或電話慰問長者服務，個人協助服務或短期支援服務，其他個人協助如寫信、讀信等。外展社工服務，主動接觸有需要長者，提供個人諮詢、情緒支援及短期輔導。社區資源，為長者介紹及連結社區資源或轉介適切的社會服務。社交康樂活動，為長者提供社交康樂活動，舒展身心及建立社交圈子。義工服務，招募義工，並提供訓練及服務機會。申請及退出服務，長者及義工可自行申請或由機構、團體轉介退出。服務可用任何方式通知或親臨本中心辦理。隱蔽長者支援服務，服務目標：透過多元化服務與本區居住之隱蔽長者，並提供適切的服務及支援，關注他們的需要，以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區，安享晚年。服務對象：梅窩、貝澳，與社會隔離，有需要時不懂得或欠缺動機尋求協助之長者，通常獨居，欠缺家庭或朋友支援，以及缺乏社交生活和網絡，需要經濟、心理、健康及人際等範疇協助的長者。服務內容：一、提供資訊與他們，以便他們認識及善用社區服務及資源；二、提供輔導服務，協助他們解決個人情緒、人際關係、居住、經濟及生活上的困難，並有需要時提供轉介；三、組織區內義工，籌辦活動，促進彼此溝通及關係，以建立鄰舍網絡。申請及退出服務，可到中心辦理申請手續，或經由其他團體轉介。退出服務可致電、來函或親臨本中心辦理。加強支援護老者服務，有需要護老者及護老者支援服務。服務目標：透過提供多元化支援服務，與本區有需要的護老者，協助他們照顧體弱長者，從而減輕護老者壓力及提升有需要護老者及長者生活質素。服務對象及範圍：護老者需要照顧年滿60歲長者，而有需要護老者須為60歲或以上，或身體傷殘 （WAD），承受沉重照顧壓力 （HAD），需要社交及情緒支援人士。照顧者或被照顧者，其中一方為梅窩、貝澳區內居民。有需要護老者須照顧體弱的長者，60歲或以上及行動不便或體弱多病或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。服務內容：一、支援小組，透過同路人小組活動，使有需要護老者可互相分享及支援，並協助他們以減輕其照顧上之壓力。二、訓練及支援活動，提供不同類型的活動，如舒緩壓力、長者健康知識、護老知識技巧訓練、長者運動、懷緬治療活動、記憶訓練、音樂遊戲訓練、院舍知識及探訪等，以提升護老者及長者生活質素。三、上門照顧訓練及義工探訪服務，為護老者及所照顧長者提供到戶訓練，如認知訓練、健腦遊戲、家居安全、扶抱技巧及個人照顧知識等。服務亦安排義工探訪，以關顧護老者。四、社區協助推廣活動，接觸地區持份者，以建立合作夥伴聯繫，亦於地區舉行訓練與活動，以推廣服務及識別有需要護老者。費用全面。申請及退出服務，
有需要護老者及護老者可於辦公時間親臨中心辦理申請。護老者如情況改變需要退出會籍，亦可親臨中心辦理。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目標：提供多元化服務，支援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家人，舒緩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帶來壓力，提升社區人士對認知障礙症的關注，及為社區內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提供適切服務，以提升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質素。服務對象：60歲或以上有記憶問題的長者，患有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家屬，長者或其家屬其中一方為梅窩、貝澳區居民。服務內容：初步評估，由社工為懷疑患有記憶問題的人士提供免費初步評估，並轉介有需要之長者接受進一步評估。訓練小組及康樂活動，提供活動及訓練，與區內有記憶問題的長者及認知障礙症患者，如記憶訓練及康樂活動等。照顧者技巧訓練及支援，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家屬提供照顧技巧訓練及社區支援，包括技巧訓練、壓力舒緩活動、支援小組、輔導及轉介服務等。社區教育，與地區團體合作，舉辦多元化社區教育活動，積極推廣腦部健康信息，提高公眾對認知障礙症的關注。費用：初步認知評估、轉介及輔導服務費用全免，其他項目的收費需視乎個別活動、服務要求釐定。申請及退出服務，申請辦法：可於辦公時間親臨本中心辦理申請手續，或經由其他機構轉介。退出服務，可致電、來函或親臨本中心辦理。青少年及家庭服務，服務目標：提供多元化服務，包括發展小組、興趣班組、義務工作、消閒康樂活動及個人服務，與居住於大嶼山、梅窩及貝澳之青少年、婦女及中年人士，使他們善用餘暇，以發展不同興趣及技能，促進家庭關係融合，拓展長幼共融之友善社區。服務對象：居住於大嶼山、梅窩及貝澳，年齡介乎0至59歲人士，均可成為會員，報名參加。服務內容：興趣班、消閒活動、戶外活動、親子活動、借用玩具及康樂用品。會員年費：青少年及個人會員，持有香港身份證人士，年齡介乎6至59歲人士，港幣29元。家庭會員，持有香港身份證人士，申請年齡介乎0至59歲人士，會籍人數最多5人，並為直系2代成員，港幣58元。申請及退出服務，可於星期1至4及6上午9點、下午5點30分，或星期5上午9點、下午9點，帶同身份證、近照一張及會員年費，親臨本中心辦理申請手續。欲退出服務者，請親臨本中心辦理。開放時間：長者及青少年家庭，星期1至星期4及6上午8時半至下午6時，星期5上午8時半至下午9時半。聯絡方法：地址：新界大嶼山梅窩涌盛街8號銀礦廣場地下 G2、G04-10號鋪。電話：29848018，傳真29848028。長者服務 WhatsApp 號碼56245034。青少年及家庭服務 WhatsApp 號碼936-34982。社工專用 WhatsApp 號碼97066761。護老者服務 WhatsApp 號碼906-35351。